农渔业务上真烦恼，讲关税影响到出口。咱国内的肥乌虎有70%拢是外销美国，所以区议会就真烦恼，讲会受到影响哦。也毋过伊嘛讲，开发其他的外销市场嘛无遐尼简单。 咱国的肥乌虎多数拢制作成鱼排，外销到美国。全国有70%产量输往美国，以宜兰南方澳、台东新港甲屏东东港是主要生产地。即摆台美暂时性的关税20%，恐惊冲击肥乌虎外销，渔民烦恼生活受到影响，希望政府协助。薪水嘛悬啦，鱼嘛贵啦，对无？啊，当面嘛悬，刚刚那鱼啊那价安尼，啊渔民当然是。 无再来生做，成本自然贵啊！啊，鱼价提降价啊，对渔民的影响了是。所有区议会也表示，20%的税率确实有较悬，会造成肥乌虎的介绍，真歹甲其他低关税国家竞争，也是希望后手关税会当搁降。若无开拓其他市场，真歹真正帮助到渔民，因为美国市场鱼价较悬，也较稳定。 你开拓别的市场来讲，美国的那个价格是稳定的啊，他们的价格都是比别的地方还要高。鱼业输过去影响关税冲击，都已经伫国议会召开说明会，初步规划调提供价20周转金，奖励外销甲提升渔船设备、土地乐观市场等方向协助渔民。署那边其实针对于渔船的一些冷链的设备，以及一个相关的一些机具的部分，他们有研拟方案去做补助的部分，然后再来就是金融机构的一些可能渔业需要的利息的部分补贴，他们也有做一些因应的措施。 目前相关支持方案，农业部还未宣布。县政府表示，台美关税税率都要宣布了后，等农业部确定相关支持方案，都会宣布执行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